一华，你怎么了？是什么？一华，一华，没事吧？没什么，刚才怎么了？就是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你……我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骆大哥，云州山高路远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江都了？啊，我本就在回城的路上，刚好遇见了义父的信差。我义父可还安好？我阿姐呢？放心吧，小姐自有妙招，正在镜花楼箜篌献策呢。什么？我阿姐未免想得太过简单了些。我与陛下是故交，她这个人固执又暴躁，敢跟她唱反调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